咁有一間語言學校，咁總共有1095個學生，其中781個學生咧學習英語，658個學生學習西班牙語，905個學生學習德語。咁呢間學校咧，淨係教授呢3個語言。咁佢就問啦，至少有幾多個學生咧係同一時間學晒全部3種嘅語言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筲箕灣分校嘅中心主管 Mr. Quinton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解翻2025年 Math Concept Edition 3年班題目入邊咧，答對率最低5題嘅其中之一。咁佢就係第39題啦。咁而家題目問，至少有幾多個學生同一時間報讀3種嘅語言？咁你第一個反應就係啦，咦，我將佢哋3個數全部加埋一齊，咪應該揾到答案？我哋試下啦，781加658加905，答案係2344。咦，問題出現咗啦！明明成間學校得1095個學生，點解我會加到2344出嚟嘅？咁即係代表啲乜嘢咧？即係代表我哋有啲學生咧，唔係淨係數咗一次，亦即係代表咧呢一個題目咧，其實我哋係可以分咗做幾個可能性嘅，就係咧，我哋可能會有啲學生揀一科數一次，有啲學生可能揀2科會數2次，有啲學生可能會報讀3科，咁啊數咗3次。所以其實呢個2344咧，其實係我哋嘅修課人數。咁不如我哋睇翻呢個題目嘅重點啦。佢問你最少要有幾多個學生同時學習3種語言？咁所以如果我想揾同時報讀3種語言嘅學生人數咧，越少越好嘅話咧，咁即係代表唔係同時報讀3種語言，即係可能同時報讀1種或者2種語言嘅人數咧，越多越好。咁既然越多越好，咁不如我哋就當全部學生1095個學生咧，全部都報讀2科，咁所以我就將佢乘2，咁就會計到咧，答案係2190。咁你會發現啦，呢個2190咧，仲係細過2344喎。如果我將呢2個數相減嘅話咧，2344減2190，咁我哋會得到154呢個數。咁呢個154咧，其實代表緊啲咩咧？就係代表緊咧，我哋需要多154個人次咧，先至可以達到2344呢個目標。亦即係代表咧，我哋有154個人咧，係需要計多1次。咁因為頭先我哋當佢哋計咗2次啦，如果我哋計多1次咧，即係代表154個人咧，係需要計第3次，亦即係代表學習呢3種語言嘅學生人數啦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我哋其他比賽嘅題目咧，咁歡迎留意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